香港最近嘅股市市況非常之波動，經常一日之內上落幾百點甚至過千點。大市從歷史高位回落之後，就一直冇辦法重拾上升嘅動力。雖然香港嘅經濟保持增長，但係其他嘅外圍因素，好似係美國嘅次按問題同埋內地嘅宏觀調控政策等等，都影響咗大市嘅表現。喺咁樣嘅波動市之下，小投資者應該點樣去部署呢？喺呢一集裏邊，投資分析專家鄧星興博士會為我哋分析影響投資環境嘅各種因素，幫助我哋去預測大市嘅走勢。佢仲會介紹一啲具備投資概念嘅股份，以及喺波動市裏邊嘅投資策略，務求盡量提高投資回報同埋降低風險。嗱，咁我哋首先講咗咧，就話近排影響住大市有啲咩因素先？咁我哋先講啲唔好嘅先啦，講啲差嘅先。咁啊，利淡因素方面有啲咩呢？就美國經濟方面呢，就有一個係衰退風險。基本上呢個係引致美國經濟放慢或者甚至衰退呢，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個次按嘅問題。咁啊，次按呢點解會產生呢個因素呢？可能大家都奇怪啦，我都冇買美國樓，或者係按揭市場方面對整體經濟有咩關係啊？咩影響啊？點解會影響到香港啊？甚至乎全球股市啊？其實咧，當中就係引申咗好多一啲過往嗰10年嘅金融市場嘅發展，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嘅發展。因為最主要咧，其實你睇翻咩叫次按咧，話明次按就係一啲次級按揭啦，即係唔係好嘅按揭啦。咁次級按揭意思就係話咧，佢嗰個風險就高。點解風險高咧？因為佢嗰個條件咧，即係話做按揭嘅條件咧，就係好寬鬆嘅。咁啊，可能講緊咧就5% 啊、10% 首期，甚至乎唔需要俾首期，攞張卡去碌又得，或者係有啲買咗啲按揭保險啦，就跟住銀行咧就會係借咗100% 俾你噶啦。咁同埋都係冇咩太過入息審查嘅。當時因為好進取啊，啲銀行好進取去做呢個係按揭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就冇乜太大嘅審查嘅。咁就算咧嗰個供款人方面咧係唔夠錢去供樓嘅話咧，咁佢都照批嘅。但係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話，建基於就係美國嘅樓市咧，就過往時間係不斷上升，即係話個資產價值上升之下咧，銀行個風險咪會係相對低咗咯。因為你個貸款額咧係永遠都低過資產價值一橛啊嘛，咁佢咪覺得係風險低咗咯。但係其實咧個資產價值係如果有承接或者真係有個 market price 嘅話咧，先至係叫做有嗰個作用啊嘛。如果你係有價但係冇市嘅話咧，咁其實就算你嗰人唔供樓，銀行拖層樓翻嚟嘅話咧，佢都係變賣唔到噶嘛，套現唔到噶嘛，所以其實個風險仍然都係真係存在喺度。而家就係面對呢個問題啦，就係嗰個樓價咧係咁不斷下滑，或者甚至乎咧係雖然係有價，但係冇人肯買，咁形成咗銀行方面咧嗰個風險係會係相對增加咯。好啦，咁呢個係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就係話，因為啲銀行方面咧就做咗好啲按揭，好多呢啲咁嘅按揭，咁但係佢又唔想自己咧去剔晒嗰個風險，咁所以佢就包裝成為一啲係即係證券化嘅產品，而將佢咧就再賣俾 resell 俾一啲市場，咁咧就令到銀行方面咧表面上就冇咗風險，因為最主要咧佢當佢證券化咗之後咧，咁佢變咗唔喺佢嗰個貸款咧唔會再喺佢個資產負債表度出現啊嘛，咁咪變咗好似係安全咗咯，冇咗呢筆資產喺度咯。但係其實就唔係嘅，其實咧係實質上嚟講咧仍然係存在，只不過係透過證券化咧就係銷售出去。好啦，而家翻嚟個問題就係話咧，去到一個即極端之下咧，啲人開始覺得，咦有啲問題咯，同埋個樓價開始係上唔到啦，咁佢資產咧就開始係即係冇得升值，不特止，仲要係貶值，係下降，咁形成咗咧呢一啲咁嘅證券化資產咧就開始出現風險，而一啲本來買入咗呢個係即係風險嘅機構咧又唔履約啦，咁所以形成咗咧。呢一啲資產咧就係變咗有價就冇市，冇人肯接，即係等於你買咗間公司嘅股票，但係咧佢間公司仲喺度，不過停咗牌，或者係陷入呢個財務問題，復唔到牌，咁即係等於冇用啦。你雖然間公司喺度，但係你啲股票係唔流通啦嘛，變咗咁。個情況美國情況就一樣啦，就係呢啲咁嘅資產咧就變咗係冇咗市值，所以令到啲銀行方面咧就被逼咧就係要撇帳，或者係好似匯豐啊，或者好似呢個係呢個花旗咁樣，就將佢收歸自己嗰個資產負債表裏邊，咁希望咧就等到佢有翻價值嗰陣時咧就可以做翻一個回撥。咁其實咧都可以講佢係啱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啲資產其實唔係冇咗，係喺度。不過而家最主要係嗰個信貸嘅信心嘅問題，咁所以令到咧就冇人敢買啲資產。但係風潮逢親危機咧都會過去嘅，
任何嘅風潮你見啦，譬如好似係金融風暴啦、97科網熱潮啦，另外就係91啦，全部都會過去。當過去咗之後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嘅資產如果開始有翻價值嘅話咧，可能佢會有好大嘅回撥都唔出奇嘅。所以變咗咧未必係話真係好差。如果當個信貸危機問題解決咗之後嘅話咧，其實過去咗，亦都係可能有機會係好翻。尤其是美國咧，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啊！好多人都講到哇，美國好似世界末日咁樣啊，就嚟要冧咁樣。其實唔會，因為咧點解美國嗰個經濟嘅基礎同埋規模咧係好大同埋好穩固嘅。佢嘅 GDP 咧係大過呢個中國嘅10倍嘅。咁另外佢嗰個經濟嘅基礎方面係好穩固嘅，同埋金融嘅系統咧都係好穩固嘅。所以過咗呢個危機之後嘅話咧，其實佢仍然都會係有一個增長喺度。咁我就暫時覺得咧就未必會出現衰退。但係美國聯儲局方面咧會係繼續減息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佢個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咧有機會咧就係最低去到1厘幾嘅，因為嗰陣時譬如好似之前91嘅時間咧都係減到1厘嘅時間。咁我諗係1-2厘樓下係有機會嘅。咁所以香港咧其實有機會再跟減咧，可能超過1厘嘅，今年接近1厘或者1厘嘅時間嘅水平嘅。咁另外睇翻內地方面嘅情況啦，嗱。內地方面咧，梗係講緊宏觀調控啦嚇。咁宏觀調控咧就其實唔係新嘢啦，都前1-2年已經調控緊嘅啦。咁而家今年開始咧，其實你見到有啲成效啦，因為咧啱啱就上個禮拜公布咗咧就 GDP 啦，即係經濟增長啦。咁第4季嘅經濟增長咧只係增長11.2% 啫，比起全年嘅11.4% 咧就已經係放慢咗啦。另外咧，大家最留意嗰個就係 CPI，即係嗰個係消費者物價指數，即係反映通脹嘅。咁你見到咧12月份咧已經係跌翻去6.5% 嘅增長，比起原本諗住7% 增長咧係放慢咗噶啦。咁同埋全年計嘅話咧，只係增長4.8% 啫。而當中咧有4個百分比咧，其實係嚟自呢個食品價格上升所推動嘅，即係話啲豬肉啊，你如果大家入去買餸都有經驗啦嚇，而家嗰個豬肉方面咧價錢係貴咗起碼3至5成啦，咁同埋又細舊咗噶啦，就算同一個價錢都可能要細舊好多，咁所以變咗咧就食品價格方面咧仍然都係內地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但係透過加息係冇辦法改善得到嘅。因為你唔會因為加咗息而食少嚿豬肉噶嘛，亦都唔會因為加咗息嘅話咧食少餐飯噶嘛，冇可能噶嘛。反而咧你要一定要透過供應上邊係着手咯。咁所以變咗其實睇翻咧嗰個宏調方面咧係開始發揮到效用噶啦。而今年咧就中國係會繼續宏調，但係咧再大幅加息機會就唔大，同埋咧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係會有機會。咁我諗係調高到而家15% 啦，可能有機會調高到係16至17% 嘅，即係會再加嘅。但係咧息口嗰度點解會可能會放慢啲咧？因為最主要有2個因素，第一因素就話美國而家咧就係講緊係經濟放慢，咁自然咧就會影響到中國嘅出口，因為中國嘅 GDP 裏邊咧大概有2成至到3成度咧係嚟自出口帶動嘅。咁而出口裏邊咧，大家當然知道啦，美國係主要嘅市場，所以美國經濟放慢嘅話，自然就會令到 GDP 咧，中國 GDP 咧係自然就減慢啲。再加埋咧，而家咧美國嘅息同埋中國嘅息咧係相反方向行啊，美國就減啊，中國咧就要加，咁所以個息差越嚟越闊之下咧，反而就令到啲資金咧就更加流入去中國，一嚟賺嘅息差，二嚟咧就可以賺人民幣匯價升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再加息嘅話咧，其實佢有一個問題嘅，所以我覺得佢今年係會加，但係咧個手腳方面咧就會比舊年係放慢咗嘅。咁即係話繼續抽緊銀根，不過咧步伐可能有機會放慢。